我今日咧就放咗一個視頻，係講嗰個占風水嘅。咁樣我而家咧就揾到另外一個又係嗰啲官老爺占風水嘅，好有趣嘅呢個。咁啊可以俾嗰啲研究風水嗰啲朋友，無論佢係專業嘅職業嘅風水師好，或者係呢個業餘嘅研究風水嘅朋友都好，可以多啲了解。嗱，咁樣為咗第一次接觸我呢個視頻嗰啲朋友呢，嗱我又趁去講多一句啦，就希望睇過嗰啲呢就唔好介意啊。咁如果係第一次接觸我呢個視頻啲朋友呢，你有興趣嘅你可以上網即係往前睇落去。我而家係上傳到61課啊。咁樣你有時間咧睇翻上面以前嗰啲呢，就好多資料㗎啦。不過呢，我就會喺呢度呢簡單講幾句呢出嚟，就係話呢個我嘅太極易卜法呢係我首創嘅啊。呢度咁另外嗱呢個呢就係我去叩問女祖先師得卦靈準係咪有神仙主理嘅呢？咁樣嗱呢度女祖先師就講到明啊，焉得無天地三才與神明主其事哉故也嚇。咁樣就係話證明係有神明嘅，係幾千年來，我諗幾千年來第一次係有白紙黑字咁有天機講出嚟，我哋占卦靈準係有神靈嘅。OK， 咁啊呢啲呢就係我去請問女祖先師嗰啲學術上嘅問題，女祖先師嘅俾我啲基示嗱，我喺度登咗出嚟，大家可以慢慢研究。同埋呢，我亦都係得到女祖先師批准，可以將我個基文公開出嚟，作學術證據同大家分享，同埋俾大家領悟。嗱，今日呢，我就頭先呢就講咗個官衙嗰個呢，佢卒之要請理學老人同佢起咗兩個卦，臨2年呢就升官啦。咁呢個另外一個卦例呢，就係話呢個官老爺呢10年啦都冇升，咁樣都冇官運冇運行，咁所以咧佢又去揾到嘢學老人同佢占。嗱，今日占第一個卦，嗱我就啲白文字登咗出嚟先，你哋慢慢去欣賞，好簡單嘅啫。嗱呢個就係卦象。嗱呢啲就文字解釋。嗱呢個第一頁啊，咁佢有3個卦嘅，呢個就第2個卦。嗱呢個就卦象。嗱呢度就文字解釋。啊呢個就第2個卦。咁呢個呢就係第2個卦嘅第2部分。咁樣咧，呢個就第3個卦。嗱，呢個第3個卦，呢度咧我就多口講一句出嚟先啦。當完全對易卜冇研究認識嗰啲朋友咧，就係佢呢度有3個變，即係有3條爻要需要變嘅。但係我首創個系統咧已經係淘汰咗㗎啦，係得一條動爻嘅啫。呢種情形喺我個系統唔會出現㗎，冇咁複雜㗎。我一條動爻即係得一個變嘅啫。呢個我提一提啫。嗱，呢個就係嗰啲文字解釋。嗱，呢個卦就係咁樣啦。咁樣我多講句就係話，我呢篇文章係2年前寫到㗎啦，所以嗰陣時就諗住用輕鬆嘅筆調咧寫出嚟，係寫一本DIY 俾嗰啲人DIY 自己家居風水咁解嘅啫。後來咧就我得到女祖先師不斷鼓勵叫我去發揚呢個易卜文化，咁我自己研究咗呢個太極易卜法而悟通咗之後咧，咁就而家要趕寫呢本書，所以嗰本DIY 家居風水嗰啲咧就往後推，咁樣就呢個我個數字，我呢個點解女祖先師叫我成一家之言咧？咁呢條女祖先師就係話啦，佢超幾學盡乎能盡乎言，應成一家之見是也。即係女祖先師鼓勵我，即係話我自己可以成一家一派啦，咁樣。咁點解咧？咁樣嗱，我就當時未去叩問女祖先師嗰陣時候咧，我已經係首創咗呢個當時數字起卦法。嗱，咁我俾朋友睇下咩叫當時數字起卦法咧？咁樣嗱，睇之前咧，你哋睇下呢個嗱，你上網可以打呢個高島段易
嗱呢個咧就係所謂日本譯聖高島吞象先生啦。OK， 你睇下高島段譯網上好多㗎啦，你睇下佢要咁痛苦嘅起化心情 ，right？ 佢啲竹枝咧又話要喺日本特別訂做專賣嘅，其實使唔使咁複雜啊，哥哥？嗱，你睇下啦，我呢個10月5號我佔呢個我手上有嘅呢個股票華彩嚇。OK， 我係6點23分，我就係攞住2016年10月5號星期三9月初5朝頭早6點23分，我就唔理得佢陽曆陰曆乜鬼嘢，全部轉做阿拉伯數字，咁樣就用3組數字啊，咁樣就可以起到個卦啦。OK， 嗱呢個就我呢個咧，我叫做當時數字起卦法啦。嗱呢個卦象就喺呢度。咁樣原來咧，我以前咧就唔知道呢個高島筮法係點樣樣嘅。咁而家我研究咗之後咧，原來佢同我就一樣，就係又用一條動爻，又係2、3下咁就起到個卦。但係我同佢嘅分別嘅唔同咧，就係我乜嘢工具都唔使嘅。嗱，我就用一組數字，你有手錶，有手機，咁啊掂㗎。拿住當時你譬如話我飲完茶即刻要起個卦，咁就拿當時嘅數字，咁就用我呢個系統，咁就得㗎。你睇下佢又要咁樣閉住到黑埋間眼，又要揦埋塊面，又要停止呼吸2分鐘，又要話用佢啲竹枝起，又話呢個東古筮法，一片荒謬。嗱，你睇我咁樣，所以咧就係話呂祖先師講話宋後冇人發揚咧，嗱呢度講啦 ，right？ 宋後未見發揚啊！嗱，輕行占士宋後未見發揚，君而計歷時也。因為自從邵雍推咗宋朝，自從邵雍推咗嗰個梅花易數心譯之後，根本就再冇新嘅系統，直至到我而家有個新嘅系統，其他啲次要嗰啲唔好理佢。所以我呢個系統就係咁簡單啫嘛，拿住幾個數字就搞掂啦。咁所以咧就係話我呢個系統可以淘汰咗傳統嘅古筮法、搖錢法，同埋呢個高島先生嘅高島筮法，OK 文王卦同埋呢個梅花心譯全部淘汰晒。咁所以咧，從呂祖先師個角度咧，認為我呢個系統咧，可能係真即係算得上係革命性同埋突破性。咁所以咧，佢就叫我話，即係鼓勵我咧，就可以成一家之見啦。嗱，應成一家之見是也 ，OK。咁啊，所以咧，我而家就因為覺得實在係好好用，特別係嗰啲OL 姐姐有咩心事一 book 用我呢個系統5分鐘就起到個卦 ，OK。咁樣就係話炒股票咁樣，亦都係嗱，我有啲書我炒股票，咁嗱我呢度播咗個呢本書咧就係我哲學六牛占96蚊600頁嘅，嗱呢個就係上課嘅地方。就響佐敦嘅陳永泰嗰度，呢度有資料。如果有興趣參加啲朋友咧，唔清楚你可以同我聯絡。OK， 我係小班教學，我都話一個人學我都開班，因為我個目的係主要去弘揚呢個易卜文化。我呢個系統好好，同埋咧我就係話精讀濃縮係包教曉。同埋咧就嗰啲臨審嗰啲嘢我唔去講 ，OK， 咁咪希望就盡快，因為時間就今次，我亦都冇咁多時間去教，所以我就讀者嗰啲亦都唔想花咁多時間學嗰幾堂都唔識用 ，OK， 咁所以咧我就係盡量去濃縮，我會寫啲新嘅講義，希望大家一學就即刻識用，第一堂你就識㗎啦，就識用啦 ，OK， 活學活用，咁樣就 OK。咁樣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呢3個卦嗰度咧，嗱呢個官老爺嗰度10年都唔升，咁第一次占嗰個就懷疑嗰個水井係咪有問題啊？咁樣占咗之後，證明咧嗱呢個卦象就唔係啦，水井冇問題嘅，咁啊又去占第2個卦 ，OK？ 第2個卦係咪嗰個大門個門向唔啱咧？咁樣原來係咁樣，佢又去改咗個大門就 OK。咁啊改咗之後，第3個卦又問啦，喂嗱，第1個卦嗰個水井冇問題，咁嗰個第2個卦就證明嗰個大門嘅新朝向係有問題。咁啊 OK 改咗佢啦，咁啊改咗佢之後，跟住點樣咧？有冇運行咧？咁樣咁樣呢個就第3個卦，咁樣又係呢個人又嗱臨心。
連升幾級啊！好似由5品由5品升到2品啊！清朝啊，你諗下咩環境？咁啊，所以我又再重複一次咧，就話我唔係批評其他啲風水嗰啲。頭先如果睇咗上一集嗰啲就知道，風水有8大名派 ，OK， 各有專長，呢啲唔使講噶啦。咁而家問題咧就係話呢個六牛占咧，而家我以前我寫呢本書嗰陣時候，我知得㗎講鬼靈咗係乜鬼嘢原因咧咁樣，咁我就懷疑梗係有神仙嘅，所以咧我就嗰陣時我寫呢篇文章係2年前唔知道，收尾呢我寫去扶乩呢篇嗰時候咧係2015年7夕啊，農曆7夕啊，咁啊呂照先師。我問佢係咪真係有神仙主理，呂照先生就直接就講出嚟焉得無三地天地三才，以神明主其事哉故也。所以知道咧就係占卦係靈準，就係有神明嘅。咁所以咧就補充頭先嗰個上一集咧就係話嗰啲無論係職業嘅風水師如果係話喺工作上遇到有咩疑難雜症有咗我嗰個書，有咗我嘅系統，有啲資料，即刻有需要嘅話，喺現場即刻起個卦，或者翻到嚟自己 office 再起個卦，咁就可以解決個疑難，咁啊可以為個客人提高最好嘅服務。咁另外一般嘅普通人咧，普通嗰啲業餘嗰啲自己有興趣研究風水嗰啲咧，假設如果我想做乜咁嗰唔清楚啲 ，OK， 自己誠心起個卦，譬如話有咩懷疑係需要咩咁樣，個卦象係支持咪去做咯，唔支持咪唔做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咁簡單啫。香港就係因為我諗咋，可能啲一般傳統上咧，即係睇唔起占卜以為呢啲係不過嗰啲咁嘅妻財子女臨審嘢嚟嘅啫，又特別係嗰啲盲人嗰啲咁樣，就可能睇唔起。主流就講風水命相紫微斗數呢個鐵板神算啲咁啊，個主流就去咗嗰度，咁啊冇人就發揚呢個易卜。咁我偶然機會咧，自己接觸到係無師自通，發覺唔係咁喎，原來咁樣研究咗一次之後咧，就原來咧就係別有洞天，所以我自己覺得好用。咁後來咧，呂祖先師咁樣鼓勵我之後咧，就係話佢話我許招幾學能盡乎言，因為我係無師無派，我有碗話碗，有碟有碟，畫公仔畫出腸，我驚啲人唔識。咁所以咧，我去占之前咧，去扶乩之前，我已經出咗幾本書啊。所以呂祖先師就話我應承一家之見事也跟住咧第2次去嗰陣時候咧，佢就話興行占事送後未見發揚，君宜繼力事也，叫我繼續努力。咁第3次咧，佢就話而君精於易卜，當然啦，呢個呂祖先師係勉勵鼓勵嘅説話嚟嘅啫。咁第4次咧，佢就話君宜勵力振發可任志遠哉，即係叫我繼續去努力去發揚光大可以任重道遠，係勉勵我。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悟咗1年，從呢個舊年嘅得咗個機事之後咧，悟通咗1年，咁我嗰個系統咧就成熟咗啦。我叫做太極易卜。咁所以咧，我就忙於寫呢本書，希望響出年過咗農曆年咧，就推出嚟係一個完整嘅系統，包括係起卦當時個數字起卦法，就唔使好似呢個高島吞象先生咁複雜，同埋我嗰個太極法拆卦，我呢度有太極法拆卦。嗱，我呢個太極法拆卦就可以克服咗呢個所謂起卦容易解卦難呢度咧，呢個關咧我已經克破咗㗎啦。咁所以我個當時數字起卦法同埋呢個太極法咧，就 group 埋一齊，就放埋我嗰本書，史成一個完整嘅系統。嗱，咁我占呢個6點幾，6點23分我就占我手上有嘅華彩，當日就當日就升17% 啦，係10月6號，好似係10月6號。10月5號26年16年10月5號，我朝頭早6點23分起身就占一個卦，咁個卦象就係講佢係升嘅，所以當日咧就升咗17%。嗱，呢個卦象喺呢度我以前嗰啲視頻嗰度都有㗎，不過我又再播一次喺度嗱，大家可以再睇睇嗱，幾好用。所以我就係覺得咁好用，點解唔俾多啲人學咧咁樣？所以就係我將嗰個課程咧，就本來就係3000蚊嘅，我都話響個上一個視頻就係，我上網睇下，哇！原來嗰啲人仲係講嗰個高島先生嗰個日本嗰個所謂逆性嗰個街坊福利會安嘅啫嘛，
唔係諾貝爾委員會、遴選委員會封㗎嗰個譯聖，咁啊所以咧佢係普通嘅譯人，咁好多人都俾佢誤導咗，咁所以我就哇咁我感觸好深，我就即刻由3000蚊減到1500蚊，嗱希望盡量多啲人學識嚇。咁樣如果有興趣嘅咧，有緣嗰啲人咧就堂上見啦。嗱，我複述多一次，就係話有1個人嚟報讀，我都會開班，所以你唔使擔心開唔成，除非真係冇人報讀，咁冇得講啊。因為我個目的係弘揚啊，希望多啲人享受呢個譯卜嘅文化，同埋學習我呢個系統。如果我呢個系統唔好嘅話啦，係冇料到嘅話，或者係唔值得嘅話，呂祖先師都唔會話我應承一家之見事啊嚇。OK， 都唔會話我應承一家之見，咁仲不斷叫我勉勵叫我去，咁我都話我悟通咗1年之後咧，我明白咗，所以而家時機成熟咗啦，我寫完呢本大白冊推咗出嚟 ，OK， 我而家咧就盡希望多啲人享受呢個譯卜嘅好處嚇，同埋可以起到趨吉避凶。咁如果話屋企要有咩小規模嘅風水改動咧，自己起個卦5分鐘就解決咗啦 ，OK。好，有緣嘅話會呢個堂上見啦。